催眠咧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門派嘅喎，而療愈嘅效果咧，往往會取決於催眠師理解嘅層次啦，佢嘅意識狀態啦，同埋同佢嘅引導方式都有關嘅喎。因此，當你想做催眠啦，或者你想選擇一啲適合自己嘅催眠方式，或者做靈性催眠療愈之前咧，有一件事係必須理解嘅。我哋唔單止係肉身嘅存在，我哋嘅存在層面咧，還包括我哋嘅物質身體啦，我哋嘅氣場啦，我哋嘅能量場啦，我哋嘅靈魂嘅記錄，我哋嘅轉世嘅記錄。喺呢啲嘅層面之中咧，存在咗好多屬於我哋各種嘅光編碼啦，同埋經驗，例如今世嘅創傷啦，未曾整合嘅情緒啦，你轉世嘅經驗啦，未完成嘅課題啦。喺跨維度嘅解讀之中咧，仲可能攜帶住你每一個轉世嘅人格嘅經驗啦，仲有靈魂層面衝突嘅記憶啦，曾被壓抑嘅能力或者誓言，好多呢啲咁嘅未整合嘅印記咧，係會停留喺我哋嘅能量場裏邊，影響住我哋今世嘅信念系統啦，我哋嘅情緒或者係身體嘅健康。假如啲印記咧係冇被清理的話咧，係會攜帶住嘅，直至到你清理佢哋。要清理一啲咁嘅跨維度嘅印記咧，或者係能量，係可以透過靈性催眠去處理嘅。靈性催眠療愈咧，就係喺一個穩定同安全嘅基礎上咧，幫助你去清理呢啲咁嘅跨維度嘅能量糾結，讓結晶化咗嘅能量咧重新流動。